集了，这样一等大概等了2年，2年。刚刚他看到我说哦，好久不见，其实没有我那天在金曲奖才看他唱歌，而且那天他在金曲奖唱歌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他的胸肌太大块，所以连台下的那个许多的人都议论纷纷。现场胸肌除了这位朋友以外，另外一位就是周杰伦了。今天才拿到这位好朋友的新专辑，哇！他新专辑里面果然就有那个展现出他的体魄这样子。对，当然他的音乐啊，这一直都是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。我也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把他邀请到我们的娱乐一世代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苏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命。Hello， 建阳哥好。哎，苏命啊，来哦，来哦。我每次就是很难得会遇到阿美族的朋友啊，那我会的就是哎呦，你还记得？我记得哎呦，还有那个阿赖，谢谢。还有就马拉桑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个我们来听 Smin 的新专辑。你刚刚才从印刷厂把专辑拿过来，这样。对啊，可怜的大家跑去印刷厂来拦截我们的 CD。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发片啊？30号。30号发片。30今天26嘛。对啊。那就等于是今天已经先拿到专辑了哦。对，好，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朋友哦，这次 Smin 的专辑会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哦。对，我因为今天啊，我听你歌的时候呢，我都不知道你的专辑里面的内页啦、照片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刚刚你到的时候才拿给我看嘛。对啊。我一看，哇，怎么这样啊？是啊，写真集呢？没有，第一次啦，人生第一次。哇，而且你那个勇士的造型吗？对，哇，这个是有特殊的那个人帮你设计咯。就一个阿美族的服装设计师叫许清坚，巴哈。很不错而且他帮你设计那种有一点带有部落风格的饰品，对，然后还有你穿的那种有点像是改良版的勇士的造型这样。而且啊，这个我们还没有在听音乐之前啊，我们先来聊一下好了。就是我发现你里面的照片，还有包括你手上有一只猫头鹰，对，那个都是跟阿美族的一些神话传说有关系。猫头鹰是山神。哦，猫头鹰在阿美族里面是山神。对。那为什么这只猫头鹰那么乖，让你拍照啊？它本身不会动啊。原来是标本啊！然后其实那时候一直找不到真的猫头鹰，然后就一直觉得好痛苦哦。但是又一直觉得这个具象的东西需要一只猫头鹰。然后我们找了好多，然后后来找到一个学术单位，他们也借我们猫头鹰。这个猫头鹰的品种我忘记了耶，不过它是真的是在原住民的地区里面，就是他们做标本的，还好他们没有拿去吃掉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猫头鹰的。你喜欢猫头鹰？我非常喜欢猫头鹰。我小时候啊，我们家会自动飞来猫头鹰对，后来我们就把它喂它吃肉，所以它就在我们家住下来了。然后你知道它都住在我家哪里吗？它不是都站着吗？对，它住几楼？没有，那时候我们家只有1楼，然后它都站在电风扇上面。酷。对，所以我们从此再也不开那个电风扇了，因为那就是他休息的地方。他就是把那个电风扇当成是一棵树，有没有？他就站上面，他就站在那上面。怎么那么好？你要跟我讲，到时候我说我要拍专辑封面的时候找他。那个是我小时候，现在不是找到猫头鹰也不容易了，不容易。对啊，然后妈妈每次煮饭不是会切那个肉丝吗？肉片啊，她就会丢给他吃，然后他就会飞起来这样咬住，然后再飞回去这样。对，怎么那么好你的？我小时候怎么没这个回忆？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对猫头鹰有非常深刻的回忆。很喜欢猫头鹰这样。有啊，我们放在专辑的里面照片。好，那这个还有啦，在这次的这个专辑里面，看到你真的那个。你真的那个身材是减肥啦？我都不知道你有变胖啊。有你看到那个去年拍的电影，今年还没播。还没播。去年跟水塘还有钟镇涛大哥，我们一起合作过一个电影。不过他们是主角，我是小配角。
哦，但你有得过金马奖，他们没有有啊。你有拿过金马奖，他们没有。然后拍完之后才发现，哇，自己在荧幕上怎么那么胖，导演都不讲。哦，真的啊。对啊。哦。他就下定决心说，为了专辑一定要运动一下。其实你为了这次的唱片，你就瘦下来了。瘦下来了。瘦到剩下60公斤哎。对啊，不穿衣服60公斤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那个就是经常在量体重，然后我也都有去找教练在上那个健身课，那你想想看，你60公斤，我59公斤，那怎么可能？你看起来就好像是比我重很多那种感觉。真的吗？我把肉藏起来啦。不是啊，你有练出这样子，我完全什么都没有，我凭什么有59？我不懂哎。我是瘦下来8公斤的，本来68的。哦，就是瘦了才变成这样子。是，所以我可能骨头比较重，我在想，都没有肉。实心的哦，你的骨头是实心的。实心的都没有肉，怎么会有59公斤？你看我跟署命在那一起。你是穿厚外套吧？没有啊。我运动完也是，不用运动完披个大外套啊。没有，我运动完量体重的时候也是都没有什么衣服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好的，我会加油的啦。好啊，所以呢，各位在30号的时候会拿到署命的新专辑。那署命这次的新专辑呢，哇，就什么都有了哈，这么好看的照片，像写真集一样，而且拍得像这个森林里面的王子。有一些都是来自于传统服饰的概念去换，就裁剪出来的，然后颜色也是抽离之后变成现在大家看得到的服饰。是，所以你花了2年多的时间在准备这张唱片嘛？对，就是这2年有把自己的作品放进去，就这2年也有一些新的作品放到这张专辑里面，然后也有一些是之前没有放进去，然后觉得这张专辑有刚好那个想法很接近，就把它也放在这张专辑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也一直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面啊，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首歌。为什么？其实你这首歌光前奏就长达将近2分钟左右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在听你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说奇怪，明明写词曲是署命啊，我怎么都没有听到词，我就有一种我一定要把它听下去。后来就听到了，这个是原住民他们的曲水歌。曲水歌。其实以你的年纪来看的话，你对以前传统原住民的生活应该已经是有一点点距离了。是。那原住民的朋友以前他们在做的事情，可能对你来讲也不是那么的熟悉，可是你却写这样的歌。其实这个灵感是来自于我的外婆。就是外婆现在快80岁了。可是她还是很习惯，就是她在用水啊。以前啊，就是水啊，不是水龙头打开就有水了。当然。就是她去山上挑。还有分哦，吃饭的水、洗澡的水不一样。其实她阿嬷就很知道水很重要。对。她就是她虽然水龙头打开了，可是她在使用水的方式还是像以前那么的，环保、珍惜。然后问他那个时候的故事，他讲了，我就觉得好像电影画面，我根本没办法去体会他们那个时候少女时代还在背水的那个时代。你说你阿嬷少女时代。对啊。阿嬷是少女时代啊。阿嬷那个时候的少女时代。对，他们去背水，然后呢，这个署命写了一首歌是曲水歌啊。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吟唱的感觉，那是阿美族语哦。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呜啊呜啊。可以慢慢练习的。对，那就尽管在时代的改变，也不要忘了当初，要更珍惜现在。那外婆就用她的人生实践了这了不起的这件事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听来自署命的最新作品。
整张专辑里面呢，只有这首歌不是苏命写的。对。那其实这首歌呢，可以算是阿美族的传统民谣民谣。对，其实我知道阿美族啊，我遇到阿美族的朋友，我都会问他阿密斯，然后他们就是阿密斯这样子。对。那既然是阿密斯的话，这首歌是不是所有的阿密斯都大概会了解？对，其实它是一个叙述阿美族的来源的一首歌。就是阿美族是从哪里来的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？这首歌大家的内容在讲这些。然后但是因为阿美族的区域很广，就是好像花莲跟台东，还有甚至海岸线唱这首歌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曲调不一样，但是歌词都大同小异。其实在今年就是刚刚才落幕的那个金曲奖，对。有一张原住民专辑，好像就是教小朋友唱。对，伊娜的童年，对，他跟老师他们也是教他们唱阿密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个歌你在多大的时候学会的？都已经国高中了。你这么晚才学会这首歌其实小时候听了当然记不起来啊，其实知道老人家会唱这首歌，然后我们没有什么好奇，小朋友也不会对这样的歌好奇。等到真的大了一点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在讲述阿美族的一首歌。你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那个歌词的意思会随着你们在唱的时候明白吗？还是情感比较多？没有，其实这个歌如果是你到部落去听的话，绝对跟专辑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一首齐唱。然后而且大部分老人家都喜欢把它唱的比较热闹、欢乐一点。就说我们是很认真的人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，不像你做的这么的抒情的感觉就对了。其实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？就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忘记我在忙什么，我觉得那时候好忙好累啊。刚好下车在台北火车站，我一下车刚好也被一个人撞到了，他就匆匆忙忙，他跟我说个对不起，他就匆忙就走了。可是差点就看到他的脸我心目中第一个念头就是你一定是原住民。可是我们都是原住民，可是在这个火车站里面，我们的脚步怎么都变得很快。我们就在这个人，我们我破音了。我们在这个人群中，我们隐藏了我们自己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身边中还是有很多跟我一样来自偏远地区、来自乡下，然后带着梦想来到都会区打拼的人。大家是不是都这样？可是到了都会，大家就自然而然把频道切换，大家就隐形了。这首歌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。所以你在做这张唱片的时候，你就决定要用一个可能所有的阿美族朋友会熟悉的一个旋律，来做一段，就是成为你整张专辑的开场。对啊，所以苏命你都不做一整张，就是比方说国语创作这样的作品。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情。真的但是我是有在写国语歌就是去年写给曾静文，今年写歌给温岚。对啊，对，我知道你有写歌给别人，但是你在自己的计划里面还没有那个。对，中文对是没有很认真想了。老板有一直点我一下，他就是吐我一下，然后可能都神经大条吧，就说这张还没做完哪还想得到下一张？没关系，你不用想那么快啦，你不要切换你的速度，对不对？也不需要就是就是当你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然后有太多其他的考虑，你就照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去做吧。对，你们知道吗？苏命的名字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他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很长，叫苏命。没有啦，苏米恩苏米是绰号啦。你知道，因为你叫苏命嘛，而且你有一首歌叫约翰苏命嘛，对啊。他说苏敏呢？对啊，苏敏没错。所以有人这样叫你吗？苏敏？就是你知道原住民的圈子其实很容易被人家调侃，然后又都有很好很幽默的方式。不会，你叫苏米恩多好听啊！对啊，可是有人就偏偏就叫我苏敏我是因为看到你专辑上面出现苏敏2个字以后，我才笑出来。本来他名字多好听，叫苏米恩呢。对，现在我看到他，我就会想要叫你苏敏。这个是我的名字。所以约翰呢？约翰就是我老板帮我取的英文名字。
他就英文名字跟母语阿美族的名字合在一起就，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名字。所以如果把你的英文名字跟原住民的名字合在一起，要怎么念？John Smith就叫 John Smith。对，John 就是约翰，然后 Smith 就是。那你的原住民的名字只有 Smith 这样子吗？Smith Ruby Ralios。这么长哦，对，后面很多字在排队，对，听起来还蛮像啤酒的名字。好，所以 John 约翰是你的英文名字，其实你不需要英文名字，因为 Smith 就是很好的名字。我觉得这个名字代表我在这个时代出生的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老人家通常只有原住民名字，顶多是再有日文名字。对对对。可是我这个时代有中文，有阿美族语，又要取英文名字。我的这个时代。光是我一个人，我身上就有好多名字，这个名字就代表我生存在这个时代里。所以你如果到国外去表演，你会跟别人讲你是 John 吗？I'm John，I'm John 不用，I'm Smith 就好了。或者全世界的人 Smith 都发得出来啊，这名字多美，何必再弄一个约翰来走路呢？好，但他写了一首歌叫《约翰署名》。各位，你们一定要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约翰署名啊，这首歌，听说你找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跟你一起拍 MV。对，不能讲哦，因为我们还在做游戏哦，其实不能讲的。还好我刚没讲。等一下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还有网络上还有送那个赠品哦。那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？就到后天公布答案。后天会公布答案哦，所以你们那活动继续进行，在网络上大家赶快猜猜看吧。对啊。你有公布他的性别吗？没有也没有公布。对，没有。但是我们有提示啊。有提示。对啊。那有人猜对吗？好像有人猜对，也有人猜对，的人还蛮多的。哇，真的啊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讲，反正不能讲。我没有要讲，我没有要讲。但是我刚刚听到那名字的时候，我的确有吓到。你有吓到？有吓到，而且他就是很努力的在那 MV 里面，就是学唱母语歌。好啦，你泄露他的身份，他不是你们阿美族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他
不但不是阿美族，他也让人非常意外的跟苏命合作了。好啦，这个大家3天后就会揭晓了，你们要有一个期待。对，所以他演约翰，你演苏命吗？没有啦。好 ，OK， 我们休息一下哦。